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礼拜日就是双十国庆。这个国庆大会有一个重要的角色，真辛苦，就是这个礼宾人员。因爱徛真长的时间，而且嘛看到各界的贵宾，所以因的穿插甲配件，拢是外界注目的焦点。文化总会特别邀请到有名的设计师，甲国内出名的做鞋仔业，为这礼宾人员来设计着礼服甲鞋仔。设计师讲，即届这个套装西装拢有卡丝，这个鞋仔除了好穿，当然嘛爱穿起来好看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八位礼宾人员排规排行大步，当然嘛真体面又够有气势。要伫国庆时迎接贵宾，因这束衫冒来领。他们的服装大概都是由学校自行来做准备，希望说在这个特别的时候。结合我们台湾很旺盛的设计力，还有我们的产业力量，希望让他们在整体的造型上能够有一个更新的一个面貌。文化总会要为台湾注入设计力量，找带领英国设计师詹普设计这套西装，加这礼服，那色水有见过，设计冇创意。印花它有的它的块状，它的线条有点像是时间的轨迹，然后时间的流逝，时间的酝酿。上面还有枯木，还有星星，还有恐龙骨骸，那他们都像是时间的见证者。爱徛真久的礼宾人员，因穿的鞋啊，当然嘛是设计重点。我们的内里是属于使用真皮的，所以是亲肤又透气，吸汗又透气。重点是它脚所踩的脚床是立体的，所以能够支撑它的足弓。平衡它的体态。那它的 S 绕带呢，具有美化脚型的作用，同时在上面还有增加松紧带，5.5公分的斜粗跟，那它可以提升穿着的稳定性之外呢，也可以延伸小腿的线条。设计师甲做鞋专家合作，打造礼宾人员的流行造型，嘛为国庆增加设计感。